为着要让一寡身心障碍特殊教育学生，莫因为动片看快胎受伤，即马在地身心团体有关一寡最烂的快胎机制，和家己特殊教育学校，希望会当照顾到身心障碍者。小声，对，没错哦，这样了解吗？老师尾后到在替特教学生上课，一寡厝内无法度照顾的囡仔，也是会当来学校互老师照顾。学校讲，特教生伫厝内上课拄到的问题较侪，所以家长的配合真重要。那我们的孩子的特质就是不会像普通孩子会乖乖坐着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家人多一些协助。那我们除了用线上教学之外，事实上我们老师也是持续每天都有跟家里跟孩子做联系的部分。除了线顶教学需要家长配合，本身嘛是特教生家长的台湾民众党家己启动部主委，嘛邀请在地身心团体、关大巴组用最难体检的器材，互特教学校甲家己市政府。我在帮我女儿做这个鼻腔的快筛采样的时候，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。在这过程中，他们会挣扎，常常会把他们戳得流血。有200只买老荷兰的这个各国中小来运用在我们的特殊教育学生上面。另外各有100只这个保魂，那我们会用在我们的弱势民众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，或者是我们的在机构里面的这些有需要的身心障碍者，或者是我们街头的游民。家己特教学校表示。学校目前照顾的学生，为学龄前到高职计共205位学生，这喙烂快筛器材方便学校替学生做体检，嘛会更较安全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